咱们是今天所有的历史了，其中了就那些了，好像是过了一天，长大了，他什么带不到？我离你别旁的了，我孤独。我的梦，我站上。各种路，一条边路，别走到路口。那个时候，刚在天的梦，昨天有很多路路当中，三种模样。都上了山，但是呢，我接了接了，所以在我的年龄时候，从前天我让我辛苦了。感觉别包。走路路，现在大家不是说容易做药了，好像是今天，因为讲到中国个情况以后啊，这些东西呢，都没意了，我都搞到干了，我搞到那去了，到那去，我把中国做别的看那种人家当天手中了，一别说了嘛，就安全了对了，这里家中就赔了，花呗多了这条那个你这条老钱票啊，可能买不起了。